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 啊，今日又嚟到呢個分 CS2 嘅開箱時間啦。呢一次我準備248美金嚟開箱嘅。我主要係想開呢個手套智商16.5美金嘅箱嘅。喺呢個開箱之前都有個活動送俾大家嘅。視頻最後仲有抽獎環節，更多福利請看視頻簡介同埋加入我嘅 Discord。每個人都可以領取免費嘅飾品，仲有免費嘅2美金。只要完成上面嘅任務就可以免費領取。呢個2美金只係開一次嘅箱，但係要提取嘅就要儲值5美金咯。綁定我嘅上級邀請碼 ME888 即可獲得儲值優惠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開箱啦！16.5美金嘅手套之箱，一個好似唔係好吉利。我直接選擇兩個開箱，開兩個33美金嘅 ，Let's go！ 第一次2年，17美金，好啦，即刻出手，蝕咗少少，唔緊要，只要開到一個手套我就賺嘅，只要開一個手套，我要賺少少嘅咋。OK， 兩個手套，直接兩個手套，直接賺就係咁簡單。OK， 好，繼續呢個箱和我，繼續再嚟3個。又兩個手套，又賺差唔多佢50美金，再嚟4年，再嚟，而家直接就係呢一刻速 F， 仲有一個手套，仲有個 F， 71美金嘅手套，哇吼，可以，今日運氣唔錯，直接去對戰，創立 2v2，揀咩箱好呢？我都係揀翻手套箱，都係手套箱喎我。直接7個65美金 ，OK， 我而家68 CT，Let's go， 可以，齊人啦，等咗咁耐，第一個箱，哇，都冇，唔緊要，第二個箱 ，Let's go， 我有一個手套 ，keep 住，第三個箱 ，OK， 正常，第四個箱。OK， 可以接受。第5個箱 OK， 同我一樣唔緊要，47美金同我一樣唔緊要，大家都係平穩狀態，而家都係第7個箱啦。哇，對面出咗個手套啊！咁第8個箱我唔會有絕地翻盤嘅機會呢？直接蝕咗65美金。OK， 小問題。好，我而家倉庫仲有353美金，賣咁啲嘢先啦。AK 呢啲全部賣晒佢，我淨係留返手套。好，再嚟對戰，直接建立對戰。3個2個單挑，我要單挑。好。經過我嘅思考，我就決定用呢幾個箱啦。All in 單挑，好啦，呢一次係最後一次嘅對戰，終於齊人啦！第一個箱重頭戲，直接154美金嘅沙英。第二個箱 OK， 贏少少。第三個箱可以保持。第四個箱好，正常發揮，贏50美金呢一鋪，可以，總共贏405蚊美金，走啦！今期嘅視頻會送出塊 AWP 嘅皮膚，參與方式就係訂閱我同埋點讚呢一個嘅視頻，喺視頻評論發出 Simon， 一個人只可以發一條抽獎嘅評論，唔可以重複，一個人1個月只可以中獎1次，我會喺我嘅 Discord 公佈中獎信息。